高雄轻铁一直予旅客嫌讲，这车帮等上久，也是车速上慢等等。去年捌试办列车加速，不过为了安全，也是暂停实施。要改做针对人较侪车头甲时间点，加派车帮来载旅客。伊嘛要继续来争取补助，加买14组车，整体来增加车帮。 高雄轻铁路线伫咧去年已经正做一个圆，不过轻铁速度一直无法度提升，包括坐车驶一连38站需要90分钟，离峰时段15分钟才有一班车，民众等车时间上久，嘛是轻铁即摆上需要改进的欠点。阿姨，你敢有常常坐咱这轻铁？有，我感觉带孙仔来坐一遍，坐一遍啦。小朋友，伊坐安尼一连有无？时间敢会足久？1个钟头10分钟吧。 它有时候就是班距会很不一定，因为有时候4、5分钟就会来一班，可是有时候又会等到30分钟。高雄轻铁伫咧去年有试验要用提升车速的方式来改善，结果因为沿路路口伤济，伫咧安全的考虑之下暂停这项做法。即摆是改用拍点车甲区间车的方式，针对人较侪车头也是时间点，加派车去接送。 打点车是指空车从机场出发，到特定人多的车站载客，目的在瞬间消化特定车站的人潮。区间车是指在2个指定车站之间来回往返站站停靠，目的在缩短班距，皆可快速疏运人潮。树德放学的时候，然后这里就会非常多人，然后可能有加派班次，可是效果不怎么好。 这文局讲，目前轻铁有24组列车在开，扣除减收甲备用的车组，离峰时段有18组，尖峰时段会出动20组。不过要彻底解决班期伤长，也是需要增加车厢。因当咧争取中央补助，准备要购买14组车，对源头来解决车帮的困扰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